白讲哦，今天台湾走到这个地步了，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择，真的是真糟糕了。小英在出访的时候被问到白绿还有没有合作空间，或者说需要条件，他愣了3秒没有回答。那您觉得还有这个空间吗？他一定会陷入长考啊。怎么说？反正他们两面说话习惯了嘛，一边说要跟你合作，一边打你嘛，反正我也习惯了。阿扁说蔡英文为了救他的民调，想要关他。要关早就关了，不会的。这个没有，我也觉得那个扁担拖太久了，应该。其实我也不太赞成说保外就医那每天在写永歌舞以后不赞成，我觉得还是怪怪的，还是应该这样久而久之台湾的司法或者什么法治国家的这种形象荡然无存，也不是办法。可是有人分析啊，如果你阿扁一旦关进去的时候，票会流到你身上，尤其是生育的票。这个是这样，所以我每次讲说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嘛，那你不解决问题，问题会解决你。这个把刀讲处理扁担醉驾时间是2016年了，那时候没有处理现在真的实在是非常麻烦。那目前有最新民调说有4-5成的民众不支持您跟韩国瑜代职参选，这是一定的坦白讲不管是这样啦，我也觉得代职参选特别这种来选上市长我发现我们其实这样还是多少还被干扰到一点。我猜那个韩国瑜在高雄一定更糟糕，就是说，一天只有24小时嘛，那可能我也会觉得是坦白讲今天台湾走到这个地步了，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择，真的是真糟糕了。